5年前嗰陣，我啱啱35歲，正值一個男人嘅黃金時期，喺東莞厚街經營住一間規模唔細嘅家居城。嗰段日子真係我人生最意氣風發嘅時候，每日出入都係俾班細嘅同埋供應商黃總長黃總短咁叫住，聽落去真係好受落。我覺得自己後生有為，覺得呢個世界根本就係喺我腳下，以後大把世界等住我去做，根本冇諗過會有乜嘢風浪可以整得冧我。點知有一份所謂嘅人情應酬，竟然變咗我人生噩夢嘅入場券。嗰次係因為要接待幾個好緊要嘅大客，我哋一行人過咗澳門，食完餐蠔針翅之後，大家興致勃勃話要去執場見識下。其實我一早已經聽過好多關於澳門嘅傳聞，話乜嘢頂級富豪喺度輸到損手爛腳，最後要跳海或者流落街頭，所以我個心一直都好警惕，諗住陪佢哋行下，睇下個場面，就算絕對唔會落場玩。當時有個姓陳嘅老闆，佢係我哋嘅大客戶，隨手換咗幾萬蚊籌碼去將百家落台度玩。我當時作為主人家，又唔好意思自己一個人先返酒店，唯有企喺佢後面睇下。點知就係呢眼打開咗我慾望嘅潘多拉盒子。我親眼見到陳總喺短短唔夠半個鐘之內，將5萬蚊變成咗30萬。嗰種贏錢嘅速度真係快到你唔信，簡直就係執錢咁易。我企喺側邊望住嗰沓厚厚嘅籌碼，成個人嘅呼吸都開始變得急促。我心入面有一把聲喺度講，原來搵錢可以咁輕而易舉。我辛苦開鋪同客殺價催貨款，搞成個月先得嗰10幾萬，人哋喺度坐一陣就翻咗幾倍。陳總嗰陣仲笑笑口同我講，黃總呢啲錢係送嘅，唔攞就真係對唔住自己。嗰晚玩完之後，陳總好豪氣咁帶我哋去咗當地一間好高級嘅商務 KTV 執場個公關花，為咗討好陳總。呢一種豪客仲專門跑過嚟幫手簽單，成個過程嗰種被服侍到周到嘅感覺，真係令我覺得自己好似變咗皇帝咁。陳總嗰晚仲要好闊襯，每位陪酒嘅女仔佢都俾1000蚊小費。我喺側邊睇住，心諗呢種生活先至係真正男人應有嘅排場。如果身家冇翻個億，真係好難長期撐得起咁大個場面。但我當時已經俾嗰種虛榮心沖昏咗頭腦。到咗第二日，陳總又拉住我入執場，呢次我終於忍唔住啦，心入面嗰團貪念嘅火燒得好旺。我心諗，既然陳總運氣咁好，我跟住佢細細地玩下，應該冇問題啩。於是我換咗5萬蚊籌碼，心諗住當係入場費500蚊一注。點知1個鐘頭落嚟，我竟然輕輕鬆鬆贏咗1萬蚊。陳總嗰邊手氣仲旺，又贏咗10幾萬。佢當時拍住我膊頭話：黃總，睇嚟你都係有財氣嘅人。返珠海嘅路上，我腦入面全部都係嗰啲籌碼跳動嘅畫面，覺得以前辛苦做生意真係傻。返到東莞之後，我對手頭上面嘅家居生意完全提唔起勁。當時家居城雖然表面風光，但其實市道一般，一個月扣除人工租金，毛利都係得嗰10幾萬，仲要面對大堆狼碎嘢。而我喺澳門見到嘅係2日就賺咗我2個月嘅辛苦錢。我開始覺得做實業太慢太攰啦，簡直係浪費生命。於是我做咗一個令我後悔一生嘅決定，我將家居城交俾我表弟去打理，自己帶住20萬現金，一心想去澳門做一個所謂嘅追夢人。一到澳門我就揾返陳總之前介紹嗰個公關叫花花呢個人真係精到入骨。佢一見我一個人嚟就知道大客到，佢好熱情咁幫我辦咗張會員卡，仲話只要我流水夠大以後可以幫我升級做黑卡，到時食宿全免，仲有專車接送。當時我邊度顧得咁多，我滿腦子都係想贏錢，將行李一放低就衝入咗中場，將20萬全部換晒籌碼。花花全程陪住我，幫我攞水攞毛巾，仲不時喺我耳邊講啲鼓勵嘅說話，令我覺得自己真係一個無所不能嘅執神。雖然我對執場啲路數唔係好熟，但我仲係懶醒咁同隔籬個東北大哥傾經。大哥同我講，千祈唔好買喎，
嗰度賠率雖高，但係最試底，我當時就跟住佢下注，佢買乜我就買乜，結果半個鐘頭左右，我又贏咗3萬蚊。花花喺側邊服侍得好周到咧，見我口乾就端杯熱辣辣嘅咖啡過嚟，仲幫我按膊頭，嗰種被當成上帝嘅感覺，真係會令人產生一種幻覺，覺得自己真係可以喺度贏一世啦。後來大哥返咗酒店休息，我就一個人繼續戰鬥。我自創咗一套打法，覺得長龍一定要跟，我就係靠住呢種所謂嘅聰明，嗰日竟然贏咗15萬。我當時開心到飛起，隨手就俾咗1000蚊小費俾花花。嗰晚我望住窗外澳門嘅夜景，覺得呢座城市簡直係為我而設嘅。路邊嗰啲勞斯萊斯法拉利，以前覺得好遙遠，而家我覺得只要我再努力幾日，呢啲車我隨手都可以買到金沙威尼斯人嘅燈光，喺我眼中唔係燈光，而係金深深嘅銀紙。第二日我在中場，點知手氣開始變差，一開波就輸咗5萬花。花喺側邊不斷鼓勵我，叫我唔好急，話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經過3個鐘嘅苦戰，我竟然奇蹟般翻盤贏翻3萬，計埋之前嗰2日，我已經贏咗18萬。我當時心入面有個魔鬼話想勉我夠20萬先收工，有個整數好睇啲。好彩花花當時叫住我，佢話好多人就係為咗掹到個整數，結果連本帶利嘔翻出去。呢次我聽咗佢話見好就收翻咗東莞。翻到東莞，我睇到表弟幾日先開得3張單，心入面更加唔平衡。我覺得開鋪真係沒前途，我成副心思都飛咗去澳門簽證。一到手我就又帶住50萬過大海。呢次花花竟然安排咗架埃爾法專車喺關口接我，我當時覺得自己真係貴賓級待遇，心諗呢次唔贏翻100幾十萬都對唔住呢個場面。我當時仲喺車入面同花花講，如果呢次贏咗大錢，我一定帶佢去環遊世界。但係人算不如天算，呢次幸運女神冇再企喺我呢邊。我買莊佢開近，我買近佢開莊，好似個天同我作對咁。我火都嚟埋，直接扔10萬落去，想一鋪回本，結果又係清袋。短短時間，我之前贏翻嚟嘅錢加埋自己嘅本金，一共輸咗10幾萬。我成個人開始輸到眼紅。我喺酒店房度不斷反思，覺得係因為自己本金唔夠大，承壓能力唔夠。於是我揾花花幫我揾個8仔換回。我將人民幣轉咗過號，攞到200萬港幣現金。我望住是咩200萬，同自己講，聽日我一定要贏翻晒翻嚟。但係執場最怕你唔執，最唔怕你本大。到我第5次去澳門嘅時候，我已經升咗做黑卡會員。嗰陣時我已經輸咗成50萬，但我當時已經對錢完全冇咗概念，我覺得嗰啲只係數字。我試過一鋪推80萬落去。當時我對手都冇震一下，其實心已經麻木咗。去到澳門第80幾天，我突然發現自己銀行卡入面只係剩翻20幾萬，我成個人呆咗。原來我喺不知不覺中已經輸咗接近2000萬，嗰啲錢係我10幾年來辛辛苦苦積計落嚟嘅血汗錢，係我父母嘅養老錢，係家居城嘅流動資金。我當時真係萬念俱灰。我想起咗最後一次搏殺，我將剩翻嘅幾十萬加埋賣咗黑卡積分換嚟嘅錢咩夠40萬，做最後一次困獸鬥。我一度贏到80萬，但我當時已經入咗魔心，諗輸咗2000萬，贏翻80萬有乜用？我要回本。結果就係呢種不知足，令我最後嗰80萬都輸埋。我走出酒場嗰陣，陽光好刺眼。但我全身都係凍嘅，花花已經唔再好似以前咁熱情，佢嘅眼神入面充滿咗廉能，甚至係一絲輕蔑。返到東莞，我面臨嘅係全面崩盤，家私城嘅租金交唔起，人工發唔出，供應商天天上門追數。我賣咗車抵押咗樓，最後連家私城都保唔住我，由一個身家千萬嘅老闆變成咗一個眾叛親離嘅喪家之犬。我父母氣到要同我斷絕關係，叫所有親戚唔好借錢俾我。嗰種由天堂跌落地獄嘅感覺真係生不如死。我曾經喺口街嘅大排檔一個人飲悶酒，以前啲所謂兄弟見我
就好似見到瘟神咁避之則吉。後來我賣咗陪咗我2年嘅勞力士，換咗幾萬蚊，我冇選擇輕生，因為我覺得我仲欠父母一個交代。我揾咗個勞務，仲介辦咗張勞工證過澳門。好多人以為我仲想去執，其實我係想留喺呢個令我傾家周產嘅地方，提醒自己以後要點樣做人。我以前戴勞力士嘅手，而家戴住膠手套喺大排檔度擦盤子，每日面對成千上萬個油淋淋嘅碗碟，我都要彎住腰低下，頭嗰種油煙味同啱水味，時刻提醒住我以前犯過嘅錯。我每個月人工有21000蚊葡幣，折合人民幣萬幾蚊，邊個會諗到呢個每日彎住腰洗碗嘅男人，以前竟然係一個千萬身家嘅老闆？但我反而覺得而家嘅心境比以前平靜咗好多。喺大排檔入面，我識咗主廚張哥同埋同樣係洗碗工嘅小麗。小麗同我一樣，都係俾執場害到家破人亡嘅苦命人。佢以前同老公過嚟，結果老公執到連屋企都唔要，佢唯有自己一個人留喺澳門洗碗還債。小麗經常鼓勵我話，只要人仲喺度就有希望。我哋兩個同病相憐，慢慢行埋咗一齊。佢唔介意我以前輸咗咁多錢，佢只係想同我踏踏實實過日子。我哋租咗間好細好舊嘅屋，每日收工之後雖然好攰，但係食住小麗煮嘅公仔麵，我覺得嗰種味道比以前喺酒場食嘅幾十萬一圍嘅豪門宴仲要有溫情。以前住嘅係總統套房，而家住嘅係幾百尺嘅唐樓，但我覺得心入面充實咗張哥。呢個人亦都好好，佢經常告示我哋千萬唔好再去沾嗰啲嘢。佢話澳門嘅燈光雖美，但係會食人。我而家終於明白，真正嘅成功唔係你贏咗幾多錢，而係你輸咗之後仲有冇勇氣企返起身。我而家每日拖住上百筐餐具，雖然辛苦，但係每一分錢都係清白嘅。我同小麗定咗個目標，打算喺度做多幾年，存夠一筆錢就返東莞重新開始。我甚至已經諗好，以後我哋可以開一間細細地嘅腸粉店，平平凡凡咁過一生。我以前總係覺得贏錢係靠技術、靠運氣，而家我明白得錢從來冇贏家，唯一嘅贏家係莊家。我以前睇唔起嗰啲每日勤勤懇做嘢嘅人，覺得佢哋揾錢太慢。而家我先知道嗰種腳踏實地嘅安全感係用幾多錢都買唔返嘅。每一隻我洗乾淨嘅碟都好似洗去咗我身上嘅一點罪孽。小麗嘅笑聲比起兜場入面籌碼撞擊嘅聲好聽咗千萬倍。曾經我以為澳門係我實現夢想嘅天堂，結果佢係令我跌入深淵。但我亦都感謝呢場變故，佢令我睇清楚邊個先至係真心對我嘅人，亦都令我明白人生冇捷徑可以走。以前嘅黃總已經死咗，而家企喺度嘅係阿黃。我雖然冇咗2000萬，但我揾返咗失落已久嘅良心同埋尊嚴。以後嘅路仲好長，我會一步一個腳印慢慢行落去，因為我知道最珍貴嘅財富永遠係自己嗰對勤勞嘅雙手。每當晚上下班行過繁華嘅路氹金光大道，睇住嗰啲依然如隔如醉衝入賭場嘅人，我都會喺心入面呆一口氣。我唔會再去勸人，因為我知道唔刺到肉係唔會知痛嘅。我只係希望有朝一日，當我帶住小麗返到東莞，我可以挺直腰板同我父母講，你哋個仔雖然跌低過，但佢最後靠自己爬返起身啦。人生如夢。但我而家先至係真正醒咗，我唔再需要乜嘢黑卡，我手上嘅老係就係我最好嘅會員證明。喺澳門呢個充滿誘惑嘅地方，我終於學會咗拒絕。每當有人問我黃哥放假去唔去玩兩手，我都會笑笑口搖頭話我要陪老婆返屋企食飯。呢種平淡係我以前想都冇諗過嘅幸福。以前我覺得千萬身家先至係男人嘅底氣。而家我覺得有一個愛你嘅人，一份穩定嘅工作，一個溫暖嘅家，先至係真正嘅成功。我會繼續努力洗碗，繼續努力生活，直到將欠下嘅債還清，直到可以重新擁抱我嘅生活。